讲到进前呢，有这志愿一个官兵去向亚讲，伊有这中国身份证，国防部也扩大清查，那准有就爱放弃。不过国防部表示，讲无要求义务役爱放弃中国身份证，但是就要依法甲这兵做好煞，引起正人之期，认为有国安的记录。就专家是认为讲，这招警化的关系，大家拢伫咧欠阿兵哥，就算有中国身份证，嘛去捌着这机密的部分，降低国安记录，也袂去影响到边关。进前一个海军志愿役士兵发现有中国身份证，引发风波。国防部扩大清查军事官兵是毋是办了有中国身份证，要求所属签字具结甲宣誓放弃。国防部证实，义务役男也伫清查范围，验国部要求义务役男必须要放弃中国身份证。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必须完成兵役义务。验过外界烦恼有国安的风险。也请国防部来去做彻底的来彻查之外，那也去研拟一些相关的配套，来确保国家安全能够被守护。我们也不要特别去预设立场，说这些有其他国家身份的役男都一定会去免费的去做所谓的间谍活动。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1条，伫中国设有户籍，也是领用护照者，会丧失台湾户籍加所衍生权利，严格无免除义务。专家分析，伫即阵囡仔生少之下，各国员工拢欠缺兵员，以美军为例，也会接纳中国籍移民来服役。不过严格定法制度，互国安风险降低。或许呢，可以让这些士兵从事比较单一的任务，譬如说你就是驾驶或运输，减少接触一下军事机敏性。为了阻止中共渗透，国防部建议修正《陆海空军宪法》第24条，签署书面翕影皮在处罚，对敌人宣誓效忠，会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让陆委会最近要求全体公务体系人员具结无领用中国身份证，也公社财团法人国营事业收到公文，依照款事部资料，公社财团法人包含法扶基金会、国防院、工研院、中央社这军8个单位，具结数体面要求签署人爱负法律的责任。陆委会讲，政府充分相信全体军公教人员、公营事业加公社财团法人员工的具结结果，清查进展真顺利，各项工作真紧就完成啊！也感谢多数现职人员配合清查。记者综合报道。